哈尼族被人稱為大自然之子，係一個善於同大自然親密相處嘅民族。佢哋喺森林下建築自己嘅村寨，而村寨下方呢就係一片接一片嘅梯田啦。嗱，呢個咧即係大地雕塑啦。你見到好多層咧，一級一級嘅梯田咧，最多有成3000幾級㗎。咁咧，我哋而家見到嘅顏色咧，有黃啦，有綠啦。其實咧係因為咧田裡面咧嗰個稻米咧個成熟程度唔同咧，所以顯示唔同嘅顏色。嗱，咁你望下嗰度咧，中間嘅位置咧有啲一個好似蘑菇嘅咧，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嘅目的地蒸口村啦。而嗰啲蘑菇咧係啲屋嚟嘅，咁係我一定要去住嘅標誌性建築嚟㗎嘛。元陽蒸口村海拔1700多米，從山上望落去，一級一級由下而上嘅梯田縱橫交錯，金光閃閃。好得意啊！呢啲小朋友，佢離遠見到佢咧，佢同佢婆婆咧兩個咧着古裝衫咧，跟住咧佢戴埋啲頭飾咧，一路行一路有聲，跟住佢好親切㗎，肯同我哋玩咧，俾我拖住佢周圍走。Hello， 女仔嚟㗎，係咪啊？佢啲咧色樓咧，全部係啲銀仔嚟嘅，同埋上面都有啲係龍銀嚟嘅。蒸口村距元陽老縣城新街鎮往南6公里。坐落於半山腰，佔地大約係5公頃，全村有150戶人家，人口大概係800人，大部分呢都係以務農為生嘅。嗱，我隔離呢啲咧光禿禿嘅梯田咧，就係因為咧呢度海拔比較低啲，咁所以咧啲稻米成熟得比較快啊。咁咧佢全部裝晒水咧，就攞嚟養田用嘅。到下年春天嘅時候咧，重新插秧啊。咁咧插秧之前咧，佢係要翻土啊同埋施肥嘅，所以工序好多㗎。嗱，呢一邊咧行上睇下先啊。你見到咧佢嘅顏色咧一片係紅色嘅。咁點解會紅色咧？同之前嗰啲顏色又唔同咧？因為佢上面嗰啲咧係啲紅色嘅藻類啊、浮萍類嘅植物嚟嘅。咁因為咧聽當地人講咧係泥土好肥沃啊，咁所以咧就容易滋生呢一種咧有益嘅藻類喺上邊嘅。嗰邊咧就見到人喺上面打谷添，過去睇下。每年嘅9月份都係哈尼族人收成嘅大日子，村民都會舉家出動收割打谷。之後再為來年耕種做好準備。嗱，我而家嚟到蒸口村，我幫佢改咗個名咧，叫做蘑菇村。因為頭先喺山頂嘅時候咧，我見到呢度啲屋咧，全部係蘑菇咁嘅形狀嘅。咁咧蒸口村咧係呢度梯田咧嘅一個哈尼族咧佢聚居嘅一個地方嚟嘅喎。咁其實咧哈尼族咧係咁多少數民族裏面咧，鮮有地咧好少被漢化嘅，而佢哋咧將自己嘅文化保存得好好嘅。例如咧，佢哋唔係過時過節先着民族服裝，而係差唔多每一日都着住，而佢哋住嘅屋啊都係保留住原始嘅特色嘅喎。入去睇下。整個蒸口村被濃密嘅樹蔭包圍，山裏邊嘅人視森林如生命。每個村子建寨之前呢，都要選一片蓄養水源嘅森林作為龍樹加以保護。每年呢都要進行祭祀嘅，祈求樹神保護村人平安、五穀豐收、六畜興旺。沿住碎石路走入去蒸口村，見到兩旁堆滿好似蘑菇形嘅房屋。傳統嘅蘑菇房一般分為3層，每一層呢各有特殊嘅用途。底層係用嚟飼養禽畜同埋儲藏殘草雜物，而第2層主要呢就係居民嘅起居間啦。日常起居飲食都會喺呢一層進行嘅。咁至於第3層呢，就係居民嘅糧倉庫。每年收成翻嚟嘅稻物啦、糧食咧，都會儲存喺呢處嘅。另外，哈尼族人習慣喺起居間前嘅平台用餐，一家人圍埋一齊，雖然係清茶淡飯啫，但係都食得好開心，食得好滿足嘅。吃這個菜是我們自己做的菜，
自己鲜的。我想问哦，李太太，你们这个菜是买回来自己种的？自己做的，全部都自己种的？对啊，全部。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菜叶啊，这些。哦。这个是这个菜，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对对。那你們種喺什麼地方啊？就在上面有個我們的田地裏邊。不過同佢哋傾偈咧，我成日都以為咧啲梯田咧都係種稻米嘅，但係原來咧佢話咧佢呢度咁好餸咧，因為知我食齋，佢全部準備晒啲齋俾我。謝謝。哦，吃啊！佢話呢啲咧全部都係自己種嘅，南瓜啦各方面呢啲全部都係自己種。佢話連啲豆腐乳咧都係自己種嘅黃豆，跟住攞嚟醃做腐乳嘅。啱啱食完一餐咧，好有益啦，好天然嘅李生李太準備俾我嘅蝦梨竹菜之後咧，而家入到嚟佢哋2樓嘅起居間啦。咁佢哋起居間咧係佢哋一家人咧主要咧個起居飲食嘅地方，包括煮嘢食啦、睇電視啊、傾偈啊，同埋冬天圍住火爐咧都係坐呢度嘅。嗱，我唔能夠亂咁坐㗎，因為咧我只可以揀落到左邊、右邊同外間嘅位置，埋邊牆嘅地方咧係俾屋企嘅長者咧、老人家坐嘅。謝謝你在這裡，謝謝。好火，好，謝謝。好。火塘象徵住哈尼族人火一樣嘅性格，多人火一樣嘅熱情，以及民族嘅興旺發達。而哈尼族嘅女性一般比男性辛勞，平日除咗落田耕種，返到屋企呢，仲要照顧全家人嘅起居飲食嘅。晚飯之後呢，仲要不時踎喺火塘之前加柴添火，直至一家作息之後，先至可以稍作休息嘅。好眼瞓啊！今日行咗成日咧，終於可以唞下啦，真係好。嗱，今晚咧我就喺度謝叔嘅笑話，阿李生李太咧係好好客嘅，啲嘢又好食啦。唉，咁咧我就真係覺得咧，雖然哈尼族人咧，我本身同佢哋係即係冇接觸過嘅之前，未做呢個節目之前，咁但係咧今次嚟到咧，見到佢哋咧好有好感啊！我淨打算咧將來咧有機會咧再翻嚟探下佢哋添。好啦，好，你唔好影我瞓覺啦，早唞。喺哈尼族人手上面接到一碗熱辣辣嘅紅米飯，而家先知道原來已經過8個咁辛苦嘅過程，同埋等上成年嘅時間。如果當中有任何嘅差池咧，分分鐘都唔會有豐收，真係粒粒皆辛苦。蘑菇房係哈尼族人歷代相傳嘅巧手傑作，亦都係哈尼族村鎮嘅獨有標記。隨住社會嘅進步，古村古鎮嘅傳統建築方法逐漸被科技所取替啦。要留住傳統，莫過於用開懷嘅心去感受古鎮。